年万地，头壳对落，心情红衫裤头啊穿过嘞，可爱小阿娘，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唔知家翁也陪。脚穿红布的一步叫一个，实在真美丽，愈看心愈美。拜托阿娘啊，予阮爱一个。拜拜。问要创啥戏，阮都无爱去，甘愿从此做工来万岁。阿年万岁，阿阮活伯伯，阿娘家阿伯全免做空客，三顿又细细，敢会活一世？每暗带你来用油野粿。风流老阿伯，讲话真实的，回头吃水也唔吃歹势。阿年阿莫讲什么反话，看恁最近代志下小事。好佳哉呢！我的脚是放安尼呢，啊无哦，因来哦，我随时会亲切溜溜呢。阿仔，你有听到伊咧讲啥无？有，我有听着讲，今仔日因是脚放安尼呢，若无放安尼哦，因来一声拢好势。我来跟你问。你咧笑呀？闭起来，小段。闭起来，闭起来啦！我要闭倒啊！忘记我带你来闭内面的闭光咧，你即摆要叫伊闭啊？会对啊，你哪着闭啊？我是讲要闭啊，大家斗阵闭啊！免啦，你有功夫的了，讲。啊，唔过哦，我啊，你的脚就十好大啊！伊的脚哪皮皮粗哈？粗是粗，迄唔是咧皮皮粗，迄人咧有功夫的人激姿势啊！是，你今日做好，继续激啊！继，啊，你等下坐来，坐，唔知来几个啊？来两个啊！哎呀，好佳哉，来两个啊喏，无要紧，这看你就好，我特动的，特动啊！继续激，我来你。好，你咪啊来。你啥？啊，你是啥？你看到我拔刀，你不要阿慷慨哦。你是啥物人？啊，你是啥物人？我问看你是啥物人啊？啊，你是啥物人？啥物人你啊？啊！我问你，阿呆，死人啊你哋！你怎走了？来，家用茶。哦，你天天出来要请我？家用薰。这波咱拄才用过呢，按随口你用哦。哦，你用这种薰来请人去啊？哼！我问你，因两个早就早的？大，我讲，我是大。哦，你是代替处理的就对了。哎，你是不是咧代替处理哈？大，是啊，我是大师啦。大师大爷拢相款啦。我知影你意思就是要代替处理啦。因两个拢总欠我78万，退来。78万哦。你唔是讲要代替处理？有啊，我有处理啊。我倒有芳茶、药粉请你啊。好啦，看你咧遐故意吼，还阁遐尼啊好哩，算你100就好啦。大，78万来变100。无啦，我是讲哦，伊芳茶、药粉请我，看这个份上啊，
78万，我若摕到手啊，我要互伊100块的小费。你啊赶紧哦，因若无等我变卦哦。啊，你要摕啊？哼！啊！哈哈哈哈！啊！少年，你都起笑了，你这笑啥你啊？你知影我是啥物人无？你是啥物人啊？我就是大金箔的头叫师啊，四温名特动。讲较顺的，啥物代志拄着我拢特动。大金箔的头叫师啊？无毋对，我甲恁讲哦，我若算较杂，恁无爱离开这间厝啊，我就马上互你好看好看。你毋知哦？真正，我要算啊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你大金箔头叫师啊？那安尼恁师傅哦，讲我也是唔啥物啊？哼！我甲你讲哦，我问啊10要过来哦，好当叫恁师傅来，恁师傅照常甲修理啦。会记哦，明仔载哦，哼！啊！当然是要安怎啦？我哪知啊？哇，食啦！我赶紧用枪的入来，这声哦，所以用光的处理啦。哇哥！老师，请用茶，多谢。老师来看你啊。老师，多多，来。老师啊，你明明知影阮多多脚唔好吼，即摆甲好健好起来，啥物你叫伊走咯？你是要甲害死伊嘛？对啊对啊，阿嬷，人要参加运动会啦。你有听着吼？人阮孙咧讲伊无爱参加啦。恁做人爸母的，有啥物意见？答应甲有啥物意见？我讲的话就是准算啦。是啦，阮阿母吼，既然甲安生讲啊，多多也无想要走。老师啊，你莫互参加啦吼。恁上好是好好考虑一下，伊即摆会变成安尼，恁爱负一半责任。讲即句是啥物意思哈2年前，恁做爸母的，敢若知影无用。囡仔也无爱照顾，放伊伫外口四界耍，伊毋只会去互车弄着。无啊，老师啊，你做老师的人吼，你从你的主教好，互囡仔考试考较好，安尼就好啊。其他是阮厝的代志，你免管遐济啦。你是咧讲啥啦？啊，对老师安尼遐尔啊无礼貌，你问老师规句话讲互完，老师歹势啦吼。多多若是去参加比赛，袂去来找上尾名。虽然讲会迄个大家笑，但是这拢无重要啊。上重要的是，我无希望多多每个若是参加运动比赛，伊就走去变数比去，更加无希望讲伊对家己无信心。那安尼伊以后若是大汉，就会产生自卑感。以后若面对代志，伊就毋敢面对现实。对，那安尼我答应你。阮吼，大金无啊，什么你答应？啊，老爸是我咧做的啦。老爸你咧做的代志，我咧注意的啦。多多，你来。老师讲吼，人逐摆若咧运动会，你拢走去米的便所，敢有影？我是米的边仔看人比赛啦。真正是，学校老师的教育甲家庭的教育是真密切的关系。你即摆讲法，实在互我这个做老师的感觉足为难。骗笑的，啊，阮做爸母嘛，阮做爸母的责任嘛。好啊啦，有剩的啊，我叫你点点干来听就好，你是听无少。老师啊，请你继续。2年前，多多去互车轮要出院的时阵，医生有再三的交代过，多多一定爱做护健的工，逐工拢一定爱起来行，不管讲有偌尔啊困难，拢一定爱想办法去克服。当时是因为阿嬷看到多多艰苦，伊煞来阻止多多做护健的工，所以讲多多会才护完遮尔啊慢。也毋过，连伟刚下课的时阵，
我拢会留落来，陪多多去做福建的工课，陪去散步，陪去行路，顺续甲鼓励、甲安慰、甲斗相共。半年以后，伊就开始咧学我。啊，我知影啦，你今日是专门咧甲阮讨人情的对无？钱先是，不管你要哪讲拢无要紧。反正即摆运动会，我已经替多多报名，不管伊是走第1名，也是走了尾仔名，伊拢一定爱去参加。无啊，你这做老师的人哪较残忍哈？哦，你是要看阮多多安尼跋倒爬袂起来，叫人踢笑对？我甲你讲啦，我明仔就甲办转后。你要小心，我要求阮多多，你甲我出去，我厝无烦人，你走，你走啦，你走啦。你怎么弄呢哈？老师啊，这歹势哈，歹势啦！哎呦，谢谢。多多啊，你来。老师讲伊定定陪你去伫咧散步，啊伫咧运动，啊敢有影？是啊，老师为着吼鼓励我运动，伊拢买水果互我食呢。真实的哦。要若安尼，老师为你苦心用遐尼多，你应该爱甲人报答毋才对，应该爱参加运动会啊。阿爸、阿母，阿嬷，阿嬷，为着报答老师吼，明仔载互我参加比赛好唔好啦？好唔好啦？阿嬷，好唔好啦？拜托啦，好唔好啦？哎，就在，阿嬷答应，阿嬷答应啊！老师啊，阿嬷答应啊呢，明仔载吼，我一定要走互人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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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是本校举行第25次运动大会。我们这个运动的目的，在强壮身体。当然，竞赛有胜有负，希望各位同学，不管你是胜利或者失败，只要你尽心尽力就可以了。啊，胜利的不骄傲，失败的不气馁，再接再厉。我相信呢，你在下一次的竞赛当中，一定可以胜利的。下一个节目是200公尺的竞赛，等于绕场1周。15组交易。哎，你看，咱多多已经准备走啊啦。开始啊！多多，多多，加油！多多啊，你唔通放弃，你一定要坚持到底。来，哥哥陪你走，紧起来，起来。各位同学，我们赶快替多多加油！预备起！多多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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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失望，咱着第几名无关系，有着顶就好啊！真好，真好。哥哥啊！哎呦，乖哦。哎呀，这偌久无运动了呢吼，
啊一寡筋骨大安尼定酷酷啊！我嘛才背倒倒安尼走几步啊尔，哎呦，啊大安尼腰酸背痛。阿公，实在讲吼，你足有办的呢。多多即摆互你鼓励吼，后摆伊若做代志一定足有信心的啦。阿公，你若遮尔敖哈，这哪有啥啦？人迄多多本身吼，啊，就袂甲含慢啊嘛，只是敢若讲因老爸老母足无用的，无啥去甲注意，所以你这个囡仔毋才会变甲赫尔啊孤僻。唉，想着阮较早吼，伫咧做囡仔的时阵啦，啊若放学倒转来，着搁替大人做工课，你知影无？哎哟！啥物着搁挂丢啊啦，刷落去搁加煮饭啦。啊，像即摆囡仔，一个放学倒转来哦，不但无替大人做工课哦，啊，就是干那知影耍啊尔。迄头壳毋知拢咧想啥。阿哥，那我拢无哦，那我吼除了甲阿爸斗顾店以外，还阁有斗做工课哦。对啦，安尼毋才有乖。哎。像阮较早的时阵吼，啊，到即马就拢总无共啊啦。阮较早若放学转来的时吼，就搁替大人吼安尼阴茶、落草啦，啥物咧挂甘蔗虾啊啦，叫大碟啊转来煮饭，吼，迄阵啊煮的饭安尼偌好食，你敢知？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毋知家翁也陪？吼，迄阵啊煮的饭安尼偌好食，你敢知？哎呦，看到即马吼，一个改用即落雅士吼，虽然是较方便啦，也毋过安尼时机安尼直直改变，变甲加偌无人情味咧哦。阿哥，啊你讲？较早的囡仔较好，还是即摆的囡仔较好？迄当然嘛，阮较早加偌好咧，哎呦，迄偌好耍啊！你敢知？阮较早若放学的时候，啊，就规定同学拢带去吼灌豆糕啦，啊，抓四笋啊啦，啊，刷落去吼哭涂药啊，布汉竹，哎呦，我心性啊！你敢知？有当时啊，若是做风台了后吼，啊，阮就规定带去田的去抓河流啦。有一摆哦，我爬去咧山仔丛顶悬，去甲咱头湾山啊，夭寿哦，啊，被人看到咧，人讲也的哥咧甲我吐啦，啊，我就安尼对这丛咧跳过迄丛，都嘛吐袂着。你怎么这个啊？啊，毋是干那安尼尔呢，上恶恼的就是讲吼，迄庄仔头若是伫咧办喜事吼，啊，庄尾的人，大家拢嘛来斗骹手。哪有亲像即马啦？哎呦，有法度！迄敢若隔壁伫咧钓贼头吼，安尼哗哗甲叫要无声，都无人要插啦。你想看讲，即马较好啊，较早较好。阿哥，当年嘛较早较好。阿哥，即马阁有河流通我抓无？你带我来哦。这都无啊！你个啊，啊，即马要对抓河流啦。即摆河流哦嘛拢饲个啊。嘿啦嘿啦，阿爸，这啊，是当时转啊。啊，等我转来伫遐徛一困啊，听你甲阿哥咧讲的哦，偌有感情呢。这啊，都煞唔知影，你若为着迄多多伫咧运动会的代志，你甲鼓励有无？即摆规阵大家拢知影咧，拄了风评偌好咧，大家偌感动你咧，你偌亲咧。哎呦，啊你哪会对？这应该是爱学了讲多多吼。伊有信心啦，啥物咧学了我咯？共款，这样你实在确实厉害。哎呀，啊对，美丽啊，我即马吼一个顾伫咧无用多多的代志吼，啊煞无时间通我去看阮套档的啦。啊伊即马伤毋知有较好啊无？啊你是有拨时间去甲看无啦？有啊，那我拢嘛有去甲伊看，啊伊佫讲好要。伊讲安怎？无啦，伊讲哦，真好啊。过两工啊，就要出年啊啦！安尼啊，原来安尼，我都爱来甲看咧。穿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毋知家翁也陪？我上了解阮迄个徒弟的个性啦，哎呦，我鸟神嘞！
伊若看到花吼，比咧食水果搁较好。啊，是嘞，我见唔到景呢，歹势，是嘞啊。都36个啊，谁人来唔是？敢袂出院啊？也是换病房。伊若安尼，护士嘛应该甲我讲一声咧。唔对，我过入来甲讲啊。大姐夫啊！是恁哦？哎呦，我找你找偌久啊了？是啊。无恁的代志，万请是讲啦，我找阮徒弟啊较要紧啦。若要要紧，就阮的代志才有要紧啦。你有答应讲要甲阮斗3工啊？即摆日子到安尼，即摆代志愈甲偌严重了。真是遐尼严重哦。哪敢若严重安尼啊？你若无来哦，明仔载阮两个就搁入边啊了。安尼哦。好啦，恁先转去啦，我明仔载吼才带阮徒弟啊，甲我斗阵来甲恁解决。哈？恁徒弟哦？我参武安尼，到遐有通解来啊？谁哪会无？我是因师的呢，我若叫伊跟我去，伊就去。真哪有可能啊？昨因你徒弟啊，结一个门一个，包干咧一死，两只手，安尼哪有通来啊？哎呦，恁两个莫搁安尼安尼欺负自差啦！我若讲要去就要去啦，恁先转去，我明仔载才来啦。我先来去看阮徒弟住倒一间。大姐夫，你免去找，我知住伫36号房。对啦，我都有入去，都唔是咧。大金宝为了鼓励多多，煞来误着西安迄边的代志，害特动的去互拍伤甲真厉害。但是大金宝讲过顿工要带特动的去斗下手，特动要如何去帮忙呢？住伫36号房的这个患者，敢是特动？敬请伫明仔载同一个时间继续甲阮收看大金宝串江湖。爱情亲像一阵雨，来无影去无踪，予我请用，予我悲伤，予我怨叹在心中。将油问来找真风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踪，是我戆，是我苦，是我痴情又苦强。伊是风，是城是爱流浪。梦中。